大家好，我依家就係講的士題地方啊，的士地方題。咁喺運輸處嗰度俾咗一本小冊子嘅，嗰一本小冊子咧就有356個項目。你背熟晒呢356個項目咧，你喺地方題嗰度包你冇問題。咁當然你一日就背唔晒啦。你咧最好咧就分10日背啦，每日就背40個到啊。咁當然就唔係硬背喎，你係要有啲唔熟嘅地方，你一路睇一路開 Google 個地圖，逐樣睇，咁先深刻嘅喎。如果你話諗住1分鐘背晒40個咧，咁樣嘅填落去咧係填唔到嘅，係冇用嘅。你睇咗都唔記得㗎啦。咁就嗱，依家我開始講啊，講嗰啲咩酒店名。其實酒店名咧係好難記，好似有一個叫咩九龍酒店、九龍維景酒店，你分唔分到係邊度啊？九龍酒店尖沙咀好啊，係嘛？咁維景又多咗個維景嘅字喺邊啊？何文田啊，原來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嗰個維景酒店咧就喺旺角嗰邊嘅，但係冇理佢啦。運輸處話何文田咪照跟咯，跟嗰個小冊子啦。嗱，有個叫六角酒店，哇，好冷門呢個係咪先？冷門到咁樣，係灣仔啊，原來。其實我覺得啲酒店係最難記啊。咁有啲咧，佢唔單止記嗰啲地區啊，你仲要記埋個街名嗰啲先難啊。好似有個叫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，係屬於咩道嘅？原來嗰度又叫博物館道。戲曲中心係咪覺得好似同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都係個渣嘢嚟啫？原來咧，戲曲中心係屬於柯士甸道西嘅。咁咧，嗱，嗰啲咩藝術館啊，好大家都識啦。尖沙咀一定係大館，大家都知係中環，但係咧係中環邊度咧？荷里活道屬於赤柱，大家都識美利樓，一定係有個美利樓，應該好多人去過。仲有嗱，有個富豪九龍酒店、富豪東方酒店、富豪香港酒店，哇，其實都好多富豪咩酒店，啲記死你係嘛？富豪九龍、富豪東方，哇，幾混淆啊！富豪九龍尖沙咀，富豪東方九龍城，仲有一個富豪香港酒店銅鑼灣。嗱，有個帝字嘅酒店都好多喎，又話帝京啦，又話帝景啦，帝苑、帝都，哇，係幾混淆啊！帝京京字旺角，有個景字景觀啊，睇景㗎啦，丁九咯。帝苑尖沙咀，帝都沙田，柏寧酒店銅鑼灣。其實我覺得酒店真係都幾難記。咁咧，香港四季酒店喺中環，當然就係近住呢個 IFC 嗰邊啦，大概喺嗰度啦。咁咧，有個叫如心酒店，如心酒店就係楊屋道。嗱，淨係酒店都記死你。不過真係，如果記性差嘅人咧，都幾難搞。好啦，咁咧佢咧喺話2月3號咧就開始有啲地方啊修訂咗嘅，即係嗰個地方試題啊會改咗啲，好似啟德郵輪碼頭咧就變為成豐道，跟住有個咩西九龍政府合署咧就叫海庭道。咁原來仲有一個叫乜嘢入境事務總部，其實可能都好多人都以為喺灣仔，唔係啦，依家唔係灣仔啊，係將軍澳啊。有個叫咩
咩哦 ASI 啊 ASI 啟德應該都好多改變啦，依家都好多嘢都即係改變咗好多啦，啟德嗰邊依家都唔同晒啊，我都好少去啊，我都唔知點樣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先。